早晨各位，我係 Laura。今日係2026年2月25號星期三。Laura 聽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。川普國情咨文演講8大重點。哥倫比亞大學腦科研究院負責人因愛潑斯坦請辭。美國消費者信心2月回升。墨西哥總統謝恩鮑姆考慮對馬斯克提告。摩根大通上調黃金長期預測。日元因央行刺激派任命下跌。NVIDIA 財報前美國科技股承壓。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。美國總統川普發表國情咨文演講，創下歷史最長紀錄，全長1個鐘47分鐘。整場演講圍繞經濟改革、能源戰略、制度重組同政治對抗。以下係8大重點整理。第一項，川普宣布推出全新退休保障制度，為冇 401k 制度嘅勞工設立退休帳戶計劃，政府每年最高提供$1000配對補助。該政策預計將涵蓋約5600萬名目前冇僱主退休保障嘅勞工。川普形容呢啲人係真正建立呢個國家嘅基石勞動者。第二項，川普指出，房貸利率已經降至4年新低，目前30年期固定房貸利率約為6%。佢同時推動行政命令，限制大型機構投資者購買單戶住宅，並呼籲國會立法使禁令永久化，強調房子應該屬於人民，而唔係資本同企業。佢並提及威金斯嘅案例，指出普通家庭正被大型投資機構排擠出房市。第三項，川普宣布同大型科技企業達成能源協議，要求企業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自行建設能源同電力系統，唔可以將成本轉嫁俾一般民眾，並推動能源同資料中心共子建設策略，加速 AI 基礎設施佈局，同時宣稱將降低社區電價。第四項，川普喺演講中多次頒發榮譽勳章同國家級表彰，包括宣布將總統自由勳章頒俾美國男子冰球國家隊守門員克勒巴克。佢同時向參與左部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行動嘅軍人授勳，包括向陸軍首席準尉斯洛弗同韓戰飛行員威廉斯頒發榮譽勳章，創下史上首次喺國情咨文現場頒發榮譽勳章紀錄。第五項，當川普強調政府首要責任係保護美國公民，而唔係非法移民時，多名議員未起立鼓掌。美國眾議員奧馬爾更被拍到高聲抗議，現場氣氛一度緊張，凸顯國會內部政治對立持續升溫。第六項，川普展示經濟政策成果，指出小費免稅、加班免稅、兒童稅額抵免擴大政策，令部分家庭年收入實質增加超過$5000，並宣布推動川普帳戶制度，為兒童建立長期儲蓄基金制度，結合政府資金同私人捐助支持。第七項，喺貿易政策上，川普宣布根據1974年貿易法條款實施全球10%關稅制度，並提出未來可能以關稅體系逐步取代所得稅制度嘅構想，成為演講中最具爭議性嘅經濟政策宣示之一。第八項，川普宣布成立全國反詐欺專案小組，並任命美國副總統范斯領導調查多州福利同醫療補助詐欺問題。同時，川普公開支持禁止國會議員進行個股交易嘅立法提案，強調政治權力唔可以成為牟利工具，推動制度性反腐改革。整場國情咨文演講，川普唔單止勾勒第二任期施政藍圖，亦清楚展現佢嘅政治風格，以經濟改革為核心，制度重組為手段，國家戰略為主軸，並結合強執行力同高政治張力，為美國未來政策走向定下明確方向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腦科研究機構共同主任、神經科學家阿克塞爾博士，因為同性犯罪定罪者愛潑斯坦嘅關係曝光，正式請辭領導職務。2月24日，阿克塞爾發表聲明，辭去祖克曼心智腦行為研究院共同主任職務，並卸任其喺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嘅研究員角色。佢表示，同愛潑斯坦嘅過去交往係嚴重嘅判斷錯誤，對此深感懊悔，並向朋友、學生同同事致歉，
現年79歲嘅阿克塞爾曾經喺04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，並喺哥倫比亞大學任教53年。佢會繼續以教授同研究員身份留校工作。1月30日，美國司法部公布數百萬份愛潑斯坦相關文件，當中包括阿克塞爾同佢嘅通訊記錄。文件顯示，愛潑斯坦曾經邀請阿克塞爾夫婦前往其私人島嶼小聖詹姆斯島，並安排飛往美屬維京群島嘅行程。校方表示，兩人從未實際前往該島。愛潑斯坦曾經喺08年因為性犯罪案件認罪，喺19年因為聯邦性販運指控被捕，並喺隔月獄中死亡。校方聲明指出，未發現阿克塞爾違反校規或法律。但係喺司法部文件釋出後，阿克塞爾認為辭去管理職務屬於適當決定，校方對此表示尊重。2月24日，智庫會議委員會表示，美國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較上月上升2.2點，主要受到對未來經濟前景嘅樂觀預期帶動。調查顯示，35歲以下民眾最樂觀，35歲以上略降。民眾對當前經濟狀況抱持悲觀，但對未來6個月嘅收入、商業同勞動市場預期較為樂觀。現況指數下降1.8點至120點，預期指數上升4.8點至72點。勞動市場改善亦已經顯現。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，1月份新增就業13萬人，高於經濟學家預期嘅7萬人。失業率自12月嘅4.4%降至4.3%，平均每小時薪資增長0.4%。低收入家庭多採小額頻繁消費，高收入家庭消費增幅較大。喺消費趨勢方面，大型商品購買意願增加，其中二手車、家具、電視同智慧型手機最受歡迎。服務類支出預期中，公共事業、寵物照顧同賭博增加，其餘多持平或下降。喺2月24日國情咨文演講中，美國總統川普強調改善民眾生活成本嘅措施，包括同科技公司達成電費消費者保護承諾，企業自行建設電廠，降低社區電費，呼籲國會立法限制投資公司大量購買單戶住宅，以保障房市負擔能力，推出 Trump RX Steam Golf 低價藥品方案，例如 Bixby Aerosphere 吸入器降至$51，原價超過$458。Ozempic 減重筆降至$199，原價超過$1027。整體而言，民眾對未來經濟及消費支出保持樂觀，而行政當局亦持續推動多項措施降低生活成本。墨西哥總統謝恩鮑姆表示，佢正考慮法律行動。之前科技億萬富豪馬斯克指控佢聽從毒品集團命令。2月24日，謝恩鮑姆喺墨西哥城新聞發佈會上話，律師正喺度審查呢件事，佢重視民眾嘅看法。馬斯克嘅指控源於哈里斯科新一代毒品集團 CJNG 領袖門橋左部並擊斃後，馬斯克稱謝恩鮑姆講緊佢嘅集團老闆叫佢講嘅嘢，但未提供證據。由於美國對言論自由有法律保護，謝恩鮑姆喺美國提告誹謗可能困難。特斯拉仲未回應置評。門橋被擊斃後，哈里斯科州等地爆發報復性暴力，包括封路、航班停飛及縱火。謝恩鮑姆2月24日表示，當局正恢復秩序，學校同航班逐步恢復正常。據報道，今次行動及後續事件中，超過50人喪生，包括國民警衛隊成員。CJNG 對門橋之死發動協調攻擊。謝恩鮑姆亦向26年 FIFA 世界盃嘅國際遊客保證安全，稱球迷去默國旅行冇風險。馬斯克嘅批評同美國總統川普對墨西哥毒品集團嘅批評一致。川普表示，毒品集團掌控墨西哥，美國已經打掉97%嘅水路毒品進口，並警告墨西哥需要採取行動。川普稱謝恩鮑姆害怕毒品集團，並暗示美國可能喺墨西哥境內採取行動。謝恩鮑姆重申拒絕單方面美國干預，強調呢個違反墨西哥主權，干預從來都冇帶嚟民主或穩定。美國提供情報支援，抓捕門橋，並稱讚墨西哥軍方行動成功。摩根大通將黃金長期價格預測上調至每盎司$4500，並維持26年底目標為每盎司$6300。
今年現貨黃金已經上漲約20%，星期二達到3星期高點，每盎司$5248，25年曾經創下每盎司$5594歷史高點。摩根大通表示，今年中央銀行同投資者需求充足，有望推動黃金價格年底達到每盎司$6300。低利率同地緣政治風險亦支撐黃金吸引力。美國銀行則預測黃金未來12個月可能升至每盎司$6000，但白銀近期可能回落，目前交易約每盎司$90.7角。星期三，日元對美元跌至2星期低點，每美元報156.42日元。原因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任命2名支持經濟刺激嘅學者進入日本央行董事會，引發市場對加息速度嘅擔憂。今年以來，日元曾經因為市場預期日本央行加息而自1月14日嘅低點159.45回升。愛德華瓊斯策略師庫卡法斯指出，日本正擺脫通縮，日元仍然有升值空間。歐元對美元維持窄幅整理，每歐元報$1.18，美元指數報97.76。市場同時關注美國總統川普對關稅嘅新政策，部分國家關稅將由10%升至15%或更高。庫卡法斯認為，雖然有政策波動，但美元今年仍然可能喺區間內波動。聯邦儲備預計至少到6月前保持利率唔變。歐洲央行則整個26年觀望，交易者亦關注 NVIDIA 財報及美伊核談判。加密貨幣方面，比特幣上漲4.54%，報$66,967。26年以來，美國科技股開局疲軟，受到 AI 帶嚟嘅市場擔憂以及其他板塊吸引資金嘅影響，整體市場若冇科技股支撐，難以取得大幅上漲。2月25日，半導體巨頭、全球市值最高公司 NVIDIA 將會公布季度財報，被視為科技股嘅重要指標。投資者關注 AI 相關拋售係咪過度，以及受壓股票幾時可能回穩。標普500指數科技板塊今年核金下跌3.5%，係22年以來最差開局。軟件公司受 AI 衝擊擔憂影響最大，標普500軟件及服務指數下跌23%。財務軟件公司 Intuit 本年下跌約46%，Salesforce 下跌30%。星期三同星期四將會公布財報。半導體同設備以及硬體板塊今年分別上漲7%同4%以上。NVIDIA 亦係7大巨頭最大成員，其他包括 Alphabet、Apple 同 Tesla。7大巨頭今年表現低迷。NVIDIA 上漲3%以上 ，Amazon 下跌約10%，微軟下跌近20%，係標普500今年最大拖累。投資者同時將資金轉向其他板塊。自去年10月底以來，材料同能源板塊上漲超過20%，工業同日用品板塊上漲均超過10%，令標普500指數自去年10月底以來保持相對穩定。科技板塊喺標普500權重係33%，金融板塊次之，權重12.4%。因此，科技股仍然係主要指數表現嘅核心。美東時間上午9:52，美股盤中表現亮眼。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199.66，漲幅約0.41%，報49,374.16。標普500上升41.42，漲幅約0.61%，報6,931.95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升250.74，漲幅約1.1%，報23,114.42。喺紐約證交所，上漲股票數量比下跌多出1.28倍，喺納斯達克則多出1.78倍。標普500當日創下40個52週新高同8個新低，納斯達克則創下85個新高同53個新低。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，我係 Laura。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，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，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。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，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。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，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。